早在这么多的天里面，
母亲，我与李老师有离婚，名堂已立，生死与我休戚相关，已经他被人困到走到，我怎能不分？哎呀，女儿呀，你早的也是岸上君子，一婚情深，谢谢不了我的终身大事。我今日你他一道两婚，也不要你罢了。原来爹爹
早来考，早来考，早来考，二位仁兄，啊，众位仁兄，不愿上位开门，我们不妨就在此赏花饮食，是何啊？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快庭院内的盛放，不妨以此为题。哎，神仙啊，神仙啊！
列位英雄，不知要向你做什么事？我们正在以美大。
我修书三藏回家祭祖。小弟，你哪里是回家祭祖？本你是想委屈李公子，难道真是下次色王，小事了。李安在，比我死为死。
为我与
本宫夜动人心，不动思索，便不让王妃公主先去。先生是此，那你也要早些欢喜。是，本宫才能求来。驸马，
老母在哪？可有贤妻这个？什么这个大户？总有贤妻，你是不清楚，我也不会嫁在于你。我哪来的什么奸妻哟？岂不贤妻是什么奸生人儿了家人？是什么夫妻相望带来生公子啊，事到如今，我就带你实施了吧。家？公子啊，我本归宗。
你们女子也是来上武家听听啊，这老子也长长见识呀！你不忘细细好嘞，好，好，不忘。
情
内冯素贞与半乱章杀人成为马鞍公子反谁死才公子死才呀？怎么冯素贞是你的妹妹？真是，即便如此，也要奉战。犯罪你斩他不得，为无罪不得，俺要按罪呀！天下人人皆知，楚州王将招下了驸马，今日杀他，却是为了招来的驸马是个女的，岂不长城取消犯罪？
此，驸马爷这是此罢了。你不要再为父王找来一个女驸马了。